丰台台东的民众抢买到丰台的物资，讲连锁超市架仔顶的青菜、鸡卵总互买了，店员是一直咧补货。当地上班族讲，昨暝靠晚下班到超市去踅一轮，已经拢无物件通买咯。啊，若超商的泡面甲芳，大家嘛抢咧买。毋若实体店面受到影响，昨暝专人的行动支付，讲可能是伫短时间内引入到大量的消费者，致使这个系统故障宕机，民众是真怨气。便利商店的面包架顶烧甲空，微量的木龙球提了。中台多数的角内昨下晡宣布陆上丰台警报，新受到影响的台东民众拢少咧抢丰台物资。连锁超市的货架顶，无论是青菜、鸡卵、煮火锅汤的配料，全部拢扣扫了。架顶敢若剩标签纸，就含卖泡面所在，嘛卖甲叫卖大底，民众就算有钱，恐惊嘛买袂着。为了防台，所以来买青菜、鸡肉，结果都没了，货架上都是空的，大家都抢光了，好夸张哦！台风来了，泡面直接被扫空哎。倒边闪一个，正边影一个，民众说超市一个，同款无物件通买，就算店员紧将泡面保上价，毋过同款无够卖。除了介绍，还阁无用补货，两支手是无用甲变过，若店面受影响，就含线顶 App， 嘛因为真侪消费者订买，系统对你速度。我没有买，但是我有进去要看东西，看不到。昨天就是要用6小时免运的那个东西，它上去就写系统不正常，全年可能也要自己要对于这个披萨配的这个使用量，可能要再评估一下。支付系统披萨配定期现场敢会当用现金，或者是信用卡结销。App 直到今仔日才会有正常使用，一场风台毛民众的日常生活大受影响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